有人上吊。今晨25日11時50分，長康街22號中天樓一單位，一名婦人發現女兒在房間內反鎖，拍門無人應門，懷疑女兒暈倒，遂報案求助。救援人員接報到場，由消防破門，發現姓林38歲女事主於房間內懷疑已報醒上吊，消防將林女解下，經檢驗後當場證實死亡。警員於現場檢獲遺書，林女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據了解，林女疑受情緒問題困擾，初步不排除因此尋短。北角有人上吊。今晨25日11時50分，長康街22號中天樓一單位，一名婦人發現女兒在房間內反鎖，拍門無人應門，懷疑女兒暈倒，遂報案求助。救援人員接報到場，由消防破門，發現姓林38歲女事主於房間內懷疑已報醒上吊，消防將林女解下，經檢驗後當場證實死亡。警員於現場檢獲遺書，林女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據了解，林女疑受情緒問題困擾，初步不排除因此尋短。